相信熒幕前咁多位朋友仔都會知噶啦，我哋北部都會區嘅面積咧非常地大誇張啊！咁但係喺我哋整個北部都會區最焦點嘅地方咧，相信你同埋我一樣係咁諗，就係身處於喺我哋元朗嘅市中心位置啦。而喺我哋呢個元朗區當中咧，就係一個宇宙最強嘅發展商新鴻基打造嘅 Grand YOHO 系列，帶到俾你真真正正地鐵站上個零距離嘅同時咧，我哋一落樓下咧就有超過120萬尺嘅大型商場，保證你心目中嘅女神咧嚟到呢度咧一定愛死你啊！而今日相當地震撼，Kenny 同大家睇呢一間1011尺嘅室內面積都不特止，我哋仲擁有超過750平方尺嘅巨型空中花園空間，保證令你震驚啊！今日 Kenny 即刻同你去睇睇。我的天哪！熒幕前嘅咁多位大家好啊，我係香港土生土長你嘅地產好朋友 Kenny 啊。整個單位咧最動人嘅地方咧就係除咗我哋門口少少嘅玄關位之外咧，整個單位咧冇乜走廊位可言喎。入到嚟呢個位置咧就做咗我哋嘅工人房，而且有埋自己私家嘅浴室咧，大家保持翻個私隱度咧非常好啊。入到嚟一個大 L 字型嘅空間，用晒不特止咧，喺左手邊嘅位置咧，亦都有唔同嘅儲物空間可以俾到你。而入到嚟咧，全部電器品牌唔會令你失望啊！全部抽翻呢個德國名師品牌西門子嘅抽油煙機啦、三爐頭啦、焗爐啦、微波爐啦、雪櫃啦、三支嘅紅酒櫃，全部一應俱全。翻到嚟客飯廳嘅部分啊，整個佈局做咗一個大 L 字型嘅設計，所以咧呢邊做完飯廳之後咧，呢邊整個空間可以做翻2個功能區嘅客廳，都真心唔錯啊！比較建議嘅做法咧，可以呢邊呢個空間當中咧，做翻一個閱讀區，而呢邊咧做翻一個正常嘅客廳，兩邊分隔開，大家有翻個功能性咁就唔錯啊！而且真心嘅，每晚翻到嚟咧，見到個天一熄晒燈，對面浪開晒燈，再加埋我哋新界西呢邊嘅物業全部繁星包圍住你嘅感覺，你真心不得了啊！雖則咧話豪宅嘅面積咧，好多時好多空間俾你嘥啦，但新鴻基開則師絕不是流料啊！做咗飛機式嘅設計咧，可以有效地咧將整個空間實用度大大提升啊！我哋先睇咗小朋友嘅寢區先，細房呢邊整體嘅空間嚟啦，真心地講句，做翻出4隻床衣櫃絕對冇問題，但係留意翻擁有咁高嘅樓底咧，整個感覺如果做翻少少地台空間咧，咁就好用好多。而浴室方面咧，我哋做咗深色嘅雲石同埋呢個米白色嘅雲石混合埋一齊，所以相當有層次感啊！而且最緊要我哋有個明窗咧，能夠同翻個客飯廳做翻個大對流咧，整間屋咧就通爽好多啦！而且做到呼沙式嘅浴缸啦，任何家庭成員翻到嚟都可以 chill 啊！雖則咧呢間就唔係主人房喎，但係呢一間細房當中，無論係個通透程度啦，再加埋個景觀咧，哇，都係最令 Kenny 滿心歡喜啊！入到嚟整間面積空間做翻6尺床絕對冇問題，而且咧佢仲有3邊嘅大對流添。由於我哋係舊入伙設計啦，所以我哋有時咧都會分開2個露台嘅，其中個露台咧就擠喺我哋呢間房度啦。主角咧永遠都沉過龜底嘅，所以最後先介紹你嘅主人房啦。嗱，相信咁多位太太入到嚟我哋嘅主人房，見到呢個入場衣櫃嘅話咧，相信一定愛死你先生。相信就算你同你先生咧3年12季嘅戰衣擺晒落去，都完全冇問題啊！而且